創世基金會伫家己呢有照顧2000多個植物人，也閣有重度失智的時代，也毋過因為這床位是無夠額的，所以長期攏是客滿的狀態。這屆這基金會甲企業是做伙來合作，推出公益兒童局，希望民眾會當鬥陣來支持，幫這植物人伫家己起一個新的意所。我知道我的夢想是什麼啦！是什麼？我要去不來梅小鎮唱歌跳舞給大家聽。舞台頂4隻動物角色互相鬥相共，這是如果劇團的精彩演出。這出戲是不來梅樂隊改編自格林童話，講4個互人放飼動物互相鬥相共，走出困境的故事。創世基金會講，家己有2388個植物人，甲嚴重失智的時代。不過當地安養伊的床位無夠，真欠缺照護的資源，所以因這擺甲企業合作，推出公益兒童局，希望會當募集起新醫的資金。其實我們的嘉義創世的嘉義，現在的縣址其實有一個舊院，它其實在民國91年就成立了，但是呢，它只有22床，那常年滿床，所以我們才在這幾年積極籌建我們的新院。那我們的新院呢，預計可以服務90床。可以幫助90床的一個弱勢的一個家庭。創世基金會已經成立40檔，長期透過安養醫甲專業照護，減輕植物人家庭的負擔。這擺加入公益合作的企業代表表示，希望落實企業的責任，減輕植物人家庭的負擔。我們也希望能夠盡我們一些企業責任，來為社會盡一份心力。那創世基金會呢，它是長期在關懷的一些植物人跟弱勢的家庭。那我們覺得是植物人的照顧，它本來就希望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。基金會講，這擺公益兒童局9月28會佇台北市新竹劇場演出，民眾會當買票支持基金會佇家己起植物人新醫，用看戲的方式做公益，幫助植物人家庭。記者郭正王志剛台北報道。